就落脚的地方，有一座神秘的家，它在静静地守望生命最后的夕阳。有一座神圣的家，是灵魂起落的地方，它在默默地注视生命最初的模样。走进你生命的骷髅墙，感悟那生命的美妙无常。触摸你神圣的骷髅墙，倾听世俗的风来来往往。有一座神圣的家，是灵魂起落的地方，它在默默地注视生命